中醫嘅風邪包括外來嘅風邪同體內形成嘅風。流感係外來嘅風邪，體內產生嘅風，又叫外氣 belching， 即係氣液上至口，氣從嗰度嚟，肯定唔係風扇嘅風吹入咗肚皮，亦唔係飲果汁嘅時候經飲管注入腸胃嘅風。汽水內有被壓縮嘅二氧化碳，於是飲咗汽水後，二氧化碳被釋放出，於是便有氣 belching。呢種氣可以令人好難為情，真正嘅胃氣可以引起胃炎、腸化生、胃癌。30年前，兩位澳洲學者認為胃氣嚟自胃內嘅幽門螺旋桿菌 Helicobacter pylori。當時好多學者認為冇可能，因為胃酸可以殺菌，但原來呢個菌有一個中和胃酸嘅酵素。30年後證實有呢一個細菌。呢2位學者攞到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。食咗甜嘅食物，包括含有澱粉質嘅糯米飯，口水嘅酵素把部分澱粉質消化為葡萄糖。胃嘅幽門螺旋桿菌把葡萄糖分解為水同氧氣，同時釋放能量，於是形成胃氣。呢個菌勾住胃壁，令胃壁受傷而發炎。胃炎會引起腸化生 intestinal metaplasia， 之後胃癌。健康食品方面，黑加侖子 blackcurrant 能夠令幽門螺旋桿菌脫鈎。記住，不能用水將黑加侖子素沖入胃，因為水會將黑加侖子素沖出胃，呢個便無法清除胃壁上嘅菌。正確食法係3餐前將粉放入口，用口水咽下胃，